南英香港影视科25名学生今日抓影平，中教宽屏三馆王双主车总经理陈建春亲自演讲，讲解有线电视的产业状况。头摆近距离了解节目看新闻的运作，学生拢相当期待，欢喜的伫镜头头前跳舞。即天毋但学习摄影机的操作、配音，也搁坐上主播台来报新闻。除了实际体验专业摄影棚的运作，还深入了解节目制作的各项环节。报起来有模有样，其实学校的设备无遐尔专业，透过一系列体验课程。要予学生来看业界的专业执行，毋但对着职业规划有帮助，更会当扩大学习层面。主播要有就是要看字幕要很强，然后又不能笑场，然后又要口齿要清晰。对我这种人来说太难了。看到了大家怎么用那些专业的器具，然后还有在背后的主控台，我也觉得非常的厉害。专业的设备长怎样，以及他们怎么在业界去执行这种从录制到剪接导播的这些一系列的一些过程，让他们可以在高中职的这个阶段就可以去好好的学习如何学习的业界们这种比较专业的模式。中教宽屏三馆王双主车有线电视用心制作新闻刊节目，化演媒体重要角色。同时向社会建立正确的媒体素养观念，嘛持续甲学校合作，让学生有机会亲身体验电视节目的设备甲流程。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